你敢一点仔拢无想要插我？你想什么？你其实我唔知咧。今英顺伊若无承认，伊和我做伙，以后敢就惊我唔敢和我见面，我才乖乖你当真个做你搞咧。啊，若是英顺伊承认阮两个做伙，啊，下因规家伙也就两家散去，这讲来讲去拢是你赢嘛？袂啦，我阮就袂用压落底，看人规家伙啊，翁仔某快快乐乐过日子。我讲，只要你若离开我，我就死互你看。我毋是讲耍笑。你讲啊，你甲阿豪讲，这7年来，咱根本就是同出同入嘛。你讲啊，我都唔惊你惊什么嘿？好，我等你来甲我念戏的时阵再讲。班主，班主，班主。惨，我有真是去死的款哦。啊，若参像这个查某，死死毋知袂来过高甜。紧对伊看卖咧啦，伊真是去死呢。我你讲的拢是真实的哦。休啦休啦，真是去死啦，紧对伊看卖咧啦。哦，拜托的啦，袂负我啦，紧的啦。当初叫你带阮入你都，今日再来你练会，罪孽啦！关主，关主！关主，关主哎，你安尼跳海有啥物意思吧？免你管啦！那免我管，我是你的翁呢。婉如，跟我回来啦。喂，你怀疑我，管我，别甲咱两个无法度过日子。我甲你倒转来，嘛是共款无法度过着快乐日子。我是安怎要怀疑你？因为我爱你，我要管你，是因为我就惊失去你的。这是我做翁的权利，嘛是我的责任吗？啊，无敢放你去耍耍的，插拢唔插你，放你去跳海，这才是你要爱的人，这才是你要过的生活哟。婉如，文心啊，你在众人面头前，逼我甲英顺承认阮所做的代志，安尼做对你有甚物好处咧？你安尼做，连拖我感觉我心肝搁较惊呢，搁较无想要倒来和你斗阵。我若无安尼做，根本就无法度你认真认做是啥物款的人嘛。文心，你无法离开你，你又搁无法度我快乐。英顺互我真侪快乐。安怎？你随时拢会放煞我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这10年来，我的感情因为
浮沉沉，无一个圆满的归程。婉如的，心头了定，相信我，只要你离开永俊啊，我一定给你上快乐、上幸福的日子。阮都有安怎？放心啦，伊讲要去死吼，迄是伫咧定你啦，袂死啦。英俊啊，你是也有够无路用的，是婉如家己来找你，都毋是你去找伊啊。你毋着较有查甫囝市场的，将咱互本身怪去遐财产，共款搁甲拐倒倒来插袂遐。有找着阮有无？啊？有志，带你看下册公告吼，来，带哪入来？找着无啦？咱嘛爱讲要去死啊！你也知影有关心哦。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我是毋是你的家啊？这个时阵啊，你无问安怎，敢若知影关心婉如？啊，你个好说好势，我是要问你啥物呢？我若想袂开呢？我毋知啦，你要安怎随在你啊？英俊，离开婉如，莫甲婉如斗阵好无？你话哪安尼讲呢？是来找我，也毋是我去甜的啦。恁若是搁安尼继续落去，这个家会散了了，你知无？你免烦恼这个家散了了啦，有一个心目中干有你啦。准讲这个家无我啦，以后食后你可以食青糕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恁是毋通拍歹爸仔囝的感情呢？你若定定要靠来看，你才看阮爸仔囝的感情会好袂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
食饱啊？哎呦，我乖孙嘞，爱去佚佗去佚佗，乖家安尼呢。都丢定就好哦。幼稚啊！啊，你食饭比恁小弟较慢啦。人伫咧讲吼，囡仔人食饭配话吼，啊，你是会饲袂大汉呢？啊，食饱搁起来创啥？你出来出。啊，你是甲囡仔讲啥个啦？无啦，啊，著幼稚咧问讲迄查某是啥，伊可能是互阮女惊着啦。我甲讲迄个因阿爸的同事。我看你幼稚安尼叶，敢若啥物代志惊我知咧？查甫人吼，叫查某人钱这用的啦。咱做某囝的人吼，毋该度量放较快，毋通为着一寡小可代志啊来咧吵架啦。后摆食亏的是你啊！这间厝是你的，无毋对啦。宴会三个囡仔拢细招咧，毋通定定倒囡仔面头前安讲东讲西啦。后摆哦，你的双头无一我就会了。拍啥？中台饭菜拢煮好啊，剩的菜拄爱啦。若要食吼，你家再摕来烫汤咧。我今仔来当孙仔饭。哎，趁钱嘛真要紧，囡仔还阁细汉，紧去啊！啊人嘞？啊哈！哎，啊哈！啊哈！人客拢来啊咧，啊你是厝的妇人出大袂？人主人家咧问啊咧。会啦，袂好啦，嘿，啊你这头是安怎啦？即阵去倒着。哦，较细腻的哦，欠鱼欠肉是无欠到你这个枕头啊呢？啊你枕头倒起来要煮上加食。啊你安怎啦？枕头咧疼的哦？无啦，啊无哪安尼神神？身体无啥爽快啦。后壁啊，你去陪你的啦。哦，好啦。妹妹，你咧抾酒干哪挂？啊，你安尼抾是要叫我粮食啊？来，你跟我来去抾吼，我有真侪酒干哪挂呢？你看，阮迄边咧开干仔店哦，我抾足侪酒干哪挂呢？啊，你跟我来去吼，我拢互你的。有钱，啊你走来遮，妹妹。妹妹带姐来洗澡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，伊囡仔顾甲无去啊？哎，就一看安尼戆神啦，啊，连家己枕头哦嘛，险险倒长。啊，哪安尼啦？煞毋知吼，因阵来去斗倒阮女啦。真伤影。你伫外口听着遐风声吼，拢是真实的啦。因阵啊吼，甲阮女斗阵吼，去互文生啊掠着，闹到阿夏因兜去啦。阿夏这2天啊吼，拢互目屎做饭咧吞啦。也要顾囡仔，也要做工课，当然嘛无心无情。阿夏吼，本来啥物拢袂讲啦，吞论伫的啦。
要倒一个班线哦，迄是我案头甲问呢，伊才安尼讲互我听呢。若讲到阿霞哦，实在有影足歹命的啦。有啊，你看，妈妈甲你请你一手干哪看？无啊哈，你是安怎伫咧顾囡仔哈？顾我迄个金孙汉去用怪去？哦，就是安尼哦，阮金孙在排这个香火啊，啊，毋你去庙拜拜求的。啊，恁若对阮这个孙无也无紧哦，后摆毋是干那排香火的啦，迄个新民甲就车来排卡车拼的。卡桑，我都较无闲，囡仔管教较无够。哼。你拢记哦，歹势哦，最后你出来你用着。无有志啊，你是安怎要乌白坐人乌倒摆转来啦哈？啊，是我去较早的啦。啊，我就载阮某出来溜溜的，啊，看时间差不多去校较早啦，伊拄仔下课咧。有志啊，你目睭都要爬较紧咧啦，唔通乌白坐人的车。恁小妹吼，差一点就叫别人怪去，你知无？亲嘛，阮太准那是幼稚的阿姑呢，那是别人啦。啊无你是咧大声声的啊，句仔话说是咧叫别人听的啦。啊若太传啦吼，我是封伊小人，毋是封伊君主的啦。亲嘛，拜托的好无？哈，囡仔已经正大汉啊呢，啊我也离开6、7年啊呢，啊古早迄个笑死人的代志，啊你搁提出来你留袂煞？啊无你是咧叫人讲啥？真歹势呢，亲嘛。啊，若阮太准啊吼，是中和老实啦。啊，若要讲惊人讲的哦，就是你英俊啊啦。无啊，我记啊，你讲的较差不多咧啊。啊，阮卡上咧教孙，啊，你伫遐咧讲东讲西是咧讲啥？来，入来，咱拢入来去。啊，若要叫囡仔闪哦，就故意叫大人莫来啦。都是咩？啊哈，毋是我咧爱讲伊啦。啊，你无常常将囡仔顾好势，啊，惊卡上甲你骂，哦，你就紧叫人来互你靠心啦。英俊啊。我是点点论调的尔呢，你当作我咧惊恁母仔囝哦，哈！我甲你讲，囡仔是安怎胖见好无？迄是你害的，你知无？你安尼双脚踏双船，厝内一个，厝外一个，再害阿霞艰苦甲安尼戆神，囡仔免讲嘛胖去。太专，你莫安尼黑白讲话啦。我哪有黑白讲啦？我甲你讲啦，不应该吞润的时吼，就唔通遐软正吼。啊无你若好愈好款吼，将来你愈凄惨，你知无？你莫在遮生话好无？破坏阮阿某的感情。阿霞，阮人阿某是咧替你打抱不平呢哈。啊，你刷电话咧甲阮骂？好啦，若要做牛吼，免惊无地通好拖啦。你要安怎吼？输在你啦，来转啦。啊行讲你唔惊哦，唔惊吼，我家己顾行来转啦。紧倒去啦！把你大飞起来哦，飞球拢泡坏去啦！再来进来去啦！来，啊，你哪这啥啊？啊，斗话斗甲太全人啊，无遐去哦。你讲安尼讲我。